我哋咧今日咧搭新幹線去紅館喎，喺鐵路站度咧就見到有啲咁嘅可以買便當嘅自動售賣機喎咧，鯛魚燒都有，真係日本真係唔慌會餓親啊！你睇，嚟食雪糕啊！搞笑啊！有架 One Piece 新幹線。我哋今日坐子彈火車。接落嚟，我哋就會坐住依架九州新幹線啊，由呢個博多站用38分鐘時間去呢個熊本站啊。到咗熊本啦！啊，幾犀利，幾大個熊本紅頭！我哋應該係搭依架車咯，過嚟睇下咯。哇，好得意啊！依架車，哦，又嚟一架車啦，好得意啊！呢度啲電車。我哋會搭依架熊本市電 A 系統列車啊，用20分鐘時間去呢個熊本上通商店街食呢個早餐。今日要食麥當勞，呢個包咧好似啲可樂餅咁樣，係日本先有。而呢個咧又係日本先有嘅，叫咖喱芝士批。我哋嗱食完早餐啊，就再用5分鐘時間行去呢個熊本城稻荷神社睇下。哇！日本啲小朋友真係好可愛，你睇下，全部裝晒喺架車度推住佢哋。哦，我哋去咗熊本城稻荷神社，都係嚟買下御守咁樣啦。依家熊本城稻荷神社咧已經有430年嘅歷史喎，係京都稻荷神社嘅分社。創立神社嘅人就係熊本城嘅初代城主加藤清正。其實呢一座神社就喺熊本城嘅樓下，直情係黐住熊本城嘅，所以起呢個神社嘅目的就係希望守護神能夠守護呢個城池。而畫面上呢個圖表啊，就係列明咗依間神社可以祈求嘅嘢。哦，呢度求婚姻㗎。行完稻荷神社啊，我哋再用9分鐘時間行去呢個加藤神社睇下。好，我哋去到加藤神社啦。哇！喺加藤神社望埋去熊本城，幾宏偉喎都。雖然喺外表睇啊，呢一座即係平平無奇嘅古城啊，但係深入去睇啊，其實呢座古城啊係關乎住整個亞洲嘅命運啊。話說喺425年前啊，日本發生咗一場大戰啊！呢場大戰關乎住整個日本未來嘅命運啊！呢場大戰就叫做關原之戰啊！喺呢場大戰裏面，德川家康大獲全勝啊！佢接近控制咗全個日本咁滯啊！喺大戰過後啊，德川家康獎勵佢旗下嘅藩主加藤清正啊，給予佢喺熊本有更大嘅領地同埋更多嘅財政收入咯。喺得到呢啲領地同埋財產之後啊，加藤清正開始擴建佢嘅城池啊。加藤清正本身已經係一個建造城堡嘅專家，所以佢設計熊本城嘅時候做到佢接近完美，係一個易守難攻嘅城堡啊。係日本3大名城之一啊，被譽為不落名城啊。但好可惜嘅係啊，喺熊本城起好4年之後啊，加藤清正就病逝，就由佢嘅仔加藤忠廣繼任佢呢座完美嘅城堡。但係21年之後啊，加藤忠廣因為一啲政治嘅原因啊，被德川家廢咗佢嘅領主地位，改為細川家接管佢哋嘅領地。就係咁樣，細川家就管治咗熊本235年，直到1867年啊，德川幕府大政歸還，將權力歸還翻俾明治天皇，開創咗輝煌嘅明治時代啊！喺1871年啊，明治政府廢除藩國啊，改立縣制啊，全國嘅藩主都要交翻啲權力俾政府，更大幅削減武士階層嘅權益啊，想廢除武士呢個制度。呢個時候啊，武士西鄉隆盛為咗守護武士嘅權益啊，佢起兵作亂啊，
爆發咗西南戰爭啊，就喺熊本城呢個地方展開。西鄉隆盛啊，帶住4萬武士攻向熊本城嘅6萬守軍啊，戰爭非常激烈啊，但係熊本城不負呢個不落名城呢個稱號，佢抵抗咗一波又一波嘅攻擊啊，最後梗係勝出咗呢場戰爭啊。西鄉隆盛慘敗之後啊，武士階層正式退出歷史舞台，大量嘅武士失業啊，佢哋都開始另覓出路啊。佢哋一部分武士啊，轉投咗去明治政府裏面做軍人啊，由最初擁護家主啊，而家變咗擁護天皇，將傳統嘅武士道精神同埋佢哋好勇鬥狠嘅文化帶咗入去軍中。最後呢股龐大嘅勢力啊，更係凌駕咗喺政府之上，成為一隻武士道嘅怪物啊！呢隻怪物開始侵略其他國家，橫掃亞洲啊，爆發咗恐怖嘅2次世界大戰。而眼前呢一座神社啊，就係為咗祭祀第一代藩主加藤清正而設嘅。呢度最主要祈求家居安全、建築安全、交通安全同埋治癒疾病嘅。接落嚟啦，我哋就行落去呢個熊本城嘅山腳啊，英之馬場商業區睇下。你哋可以喺個天守樓下咧嘅商業區買個熊本紅包包食下。好可愛啊！熊本紅包700yen一個。係啊！哇！又係啲柴犬公仔啊！呢個係熊本城特別版啊！真係出邊冇得賣。換言之咧，喺熊本城有好多呢啲手信鋪啦，全部都係同呢個熊本熊有關嘅。嘿嘿嘿，嚟熊本點可以唔食下呢個熊本熊嘅人形燒咧？幾貴喎！咬啖部長先。哇！呢個係紅豆味啊！我見佢好似有6隻味可以揀咯。離開英之馬場啊，我哋用4分鐘時間行去附近嘅電車站，之後我哋會再用20分鐘啊搭電車去呢個水前寺成翠園行下。我哋而家去緊水前寺公園啊，去探究下有啲咩玩啦。我哋咧轉咗搭另一架先去到個目的地嘅車。頭先嗰架原來個終點站唔係我哋想去嘅地方，但係我哋上咗架好古老嘅車。啊，到咗水前寺成翠公園。哦，但係呢度咧入去之前咧都有好多啲好古老嘅手信鋪喎，一睇已經知都幾十年歷史嘅。哇，可以去睇下，入去 shopping 下先。入咗嚟呢個水前寺成翠園啦，好似好大咁樣喎。兜下先。哦，又見到好多招財貓賣。呢個地方咧嘅特點就係好多鋪頭都好多年歷史，你睇得出係幾十年嘅，即係我哋爸爸媽媽個年代應該已經開咗，超越咗時空喎！哇！呢度好多小山丘咁樣。水前寺成翠園啊，佢今已經有394年歷史。係1636年啊，西村宗理經3代人時間80年所建成嘅。整個庭園嘅設計啊，係模仿由京都去東京嘅地形所做嘅。途中更見到一座縮影嘅富士山添。嗱，我哋而家行到去呢個出水神社，哇，都幾有氣派喎！喺個公園裏面嘅個神社。呢一座神社啊，係參拜歷代世村家嘅藩主，更參拜住一個出名嘅人物啊，就係明智光秀嘅女啊，明智玉啊。而呢個女人啊，就係近排好盛行嘅一套 Disney Plus 嘅電影啊，《幕府將軍》裏面嗰個女主角啦。離開成翠園啊，我哋就翻去呢個熊本上通商店街食呢個午餐。簡簡單單又一餐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晏晝啦，簡簡單單又一餐。喺一啲食便當嘅鋪頭度嘅，喺商店街度。呢個肥哥哥咧係一個着婚紗嘅男人嚟嘅，大隻咁你睇下。哦，我明白啦，原來咧佢哋交換咗衫着啊，個新娘同新郎。
幾搞笑喎，反串啊！暫時睇落紅本都唔算好大啊，所以我哋咧就決定翻去呢個博多行下天神區，跟住就食下嘢咁啦。哇！我哋今日嗰架新幹線翻去嗰架咧，好中國 feel 㗎，用竹簾木凳喎，好有趣啊！點嘢食啦，我哋去食壽司郎啊今日，但係點解個熒幕咁大個嘅？快啲點餐啦！中意啲咩篤落去得㗎啦。係咁啦，開始，我哋玩呢個遊戲啊！中，掂啊！哎，得，中！哎呀，輸咗啦！頭先咧玩遊戲中咗獎喎，佢話佢會嚟㗎，睇下點先。哦，呢個就係我哋嘅禮物啦！佢中咗獎之後，唔知咩嚟嘅咧？壽司啊！又玩啊，玩遊戲。好。釣魚啊，熊貓！喂！哎呀，跌晒啲魚子落去啊！弊啦 ！Oh no！下一集啊，我哋會去一個人跡罕至、好少遊客去嘅志賀島睇下日本嘅天然景色。到夜晚黑啊，我哋就會行返去博多天神一帶啊，欣賞下夜景啊，食下好西啊！最後啊，希望大家訂閱我哋嘅本頻道啊，同埋 like 下我哋嘅影片啊，多謝晒啊！